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1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9节，创世纪38章第1节到26节，使徒行传24章第10节到2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义甲不义。就这时阵，咱看到一寡有权力的人，或者是讲有财力的人，因拢着做家己，因为安尼就是迄种较好的人，咱咧讲的义人。但是真正是安尼吗？照着圣经的标准，有钱、有权，家己认为行为真好的人，并无等于因就是义人啦吼。创世纪38章第1节到26节，这段的经文记载着相当无介平常，对现代人是毋是感觉讲真奇怪的一个经文？毋是这种常态，却是常常发生。照着犹太人的传统，大囝了后死了后，接续伊的细汉囝就爱带伊阿嫂。安尼代志发生伫犹太家庭，但是如果因为一个囝搁接侪个囝死去，这个犹太呢，伊就安那后悔都无要照犹太的传统惯例来做，所以就发生今仔日经文所记载的事，就是伫创世纪38章的经文。大约迄个时，犹大离开伊的兄弟，去住伫阿杜兰人希拉的厝的附近。犹大伫遐看到迦南人苏雅的查某囝，就带伊甲伊同房。伊就怀因生囝，犹大甲因号名叫做尼。伊搁怀因生囝，婴仔的老母就甲伊号名做俄兰。伊搁生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示拉。示拉出世的时，犹大拄伫这个基希。犹大甲伊的大囝尼来娶他玛做某。犹大的大囝尼做上帝看做歹的事，上帝就互伊死。犹大甲俄兰讲：你着甲你的兄嫂同房，对伊尽你做小弟的本分，甲你的阿兄留后事。俄兰知伊的生的囝袂当归伫伊家己，所以甲同房的时射精伫涂骹，无搁互伊的兄哥有后事。伊的所做上主看做歹，上主嘛互伊死。犹大惊示拉会亲像伊两个兄哥共款拢死，就对伊的新妇他玛讲：你倒去恁老爸的家守寡，等候我的囝示拉大汉。他玛就倒转去因的后头厝。过真久，犹大的某苏亚的查甫囝死。丧期过了，犹大甲伊的朋友阿杜兰希拉去亭那，去甲犹大剪羊毛的人遐，有人甲他玛讲：恁大官去亭那去剪羊毛裙迄个毛。他玛看到示拉已经大汉，还袂来带伊做某，就脱伊手褂的衫，用帕搭面，用巾抹过身躯，坐伫要去亭那的路因的城门口。犹大看到他玛抓准是枪击，就因为伊有面大，犹大就踅去路边他玛遐，甲伊讲：来，互我甲你做伙困。犹大毋知影妇人人就是伊的新妇。他玛因为讲你要甲我困，要甚物互我？犹大讲：我对羊群掠一只山羊送互你。他玛讲：你送来以前，着爱有物件互阮兜的。犹大就讲：我用甚物互你兜呢？他玛就讲：你的印仔大，甲手内底的管仔。犹大就互伊甲伊困，伊就对犹大来怀孕。他玛就转去，
将面帕摕起来，佮穿伊原来酒馆的衫。犹大托伊的朋友阿杜兰希拉送一只山羊仔去互迄个妇人人，要将互伊兜的物件来摕倒转，毋久找无迄个妇人人。希拉就问迄所在人讲：伊若因路边寺庙的基路伫倒？因讲遮无寺庙的基路。伊倒转甲犹大讲：我找无伊。遐个人嘛讲：因遐无有寺庙的基路。犹大讲：我要甲即只山羊仔送互伊，你煞找无伊。伊兜的物件，伊有还佫伫遐，则免互人笑。大约过3个日，有人甲犹大讲：你的新妇他玛做妓女，佮因为惊奸淫来怀孕。犹大讲：甲伊拖出来。他玛互人拖出来时，伊叫人去见伊的大官讲：这个物件是甚物人的？我就是对伊怀孕，请你认。看这个囡仔大，甲官仔是甚物人的？犹大会认得就讲，伊比我较有理，因为我无将伊嫁互我的囝示拉。对迄阵开始，犹大无搁再甲伊做伙困。犹大有听到人伊报告的新妇去做妓女了后，就准备对伊的不义的刑罚来处罚伊。但是后来发现伊家己的不义，才知影发生安尼代志。而且呢，伊个家己为着家己这个真无正常的行为，讲伊比我更较有义啦吼，有理啦吼。保罗虽然互犹太人来诬告，但是伊却是把握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，见证国外的基督，互人拢会当真做义人，来领受着救恩。就算是面对地方官员、分封的王以及罗马的巡抚，咱讲总督，会受了的保罗依然尽力来行义，上帝的义。使徒行传24章第10节到23节，总督对保罗是叫伊发言，保罗就讲：我知你伫本国的判案真济年，我愿意伫你的面前为着家己来辩护。你调查就会明白，对我从耶路撒冷到拜到今仔日只有12日。犹太人并无看到我伫圣殿甲人辩论，嘛无看到我伫会堂还是市内咧煽动群众，伊嘛袂当对你提出现在伫控告我的证据。不过我着对你承认一项事，就是我照因看到是异端的道路敬拜阮祖先的上帝，相信摩西的律法甲先知一切所记载的一切。我对上帝有肯甲因共款的愿望，就是无论好人还是歹人，拢会当对视过我，因为安尼我对上帝甲人拢尽力保持清洁的良心。我离开耶路撒冷几啊年了后，佮倒转，有摕一寡钱要去救济同胞，佮献祭物。因伫圣殿看到我时，我已经完成洁净的礼，伫献祭。迄时无有群众，嘛无有扰乱，单单有几个对亚细亚的犹太人来的人，因若要控告我，应该家己来伫你的面前来告我才对。若无，我伫议会申诉的时阵，因着指出我有甚物毋对。只有一项会当甲我控告，就是我捌徛我因中间大声讲，我今仔日受人审判是为着死人的救我。为了对这个道路相当清楚，就宣布退庭，对因讲，听候指挥官卢西亚来，我才判恁的案件。然后菲利斯就命令遐个军官来固守保罗，
互伊担保的自由，搁准伊的朋友带伊所欠的物件来互伊。诗篇17篇第19、第9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要用奸诈的嘴唇来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绵时嘛监察我。你用火锻炼我，无找到什么歹。我立志无互我的嘴有过失。我尊叹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的行为。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，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。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。遮扛我伫你实下，求你互我脱离抢劫我的歹人，脱离围困我、要害我性命的对敌。恳求主爱的主帮助阮坚定来相信，来被称做义，也为着主耶稣基督的义来传扬搁活的福音，互人会当因信来称义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